AI 加個人 IP 一定係未來最好嘅創業方式。DeepSeek 嘅出現為大家帶嚟一個大轉發嘅時代，普通人更加容易入局，普通人更加容易攞到結果。就係因為你有咗 AI 助手，我同你講，你一定要學識用 DeepSeek。我再一次同你哋講 ，AI 加個人 IP 一定係未來最好嘅創業方式。咩始創人 IP 啊、企業家 IP 啊，入局一定比以前更加容易。包括我哋嗰啲大學老師啊、中學老師啊，總之喺體制上翻工嘅，都一樣可以創業，發展你人生第二條曲線都仲得啊！咁乜嘢係個人 IP？ 乜嘢係超級個體啊？超級個體就係將你嘅經驗變成知識，將你嘅專業變成事業。咁乜嘢係經驗啊？就好似你拍拖好有經驗咁樣，你拍好多次拖，而喺每段戀愛，你同對方相處之中，你都係高位，你就係一個戀愛嘅小高手啦。經驗就係你個人嘅感知、個人嘅感受。咁乜嘢係知識啊？就係可複製嘅方法論，將經驗變成知識，將專業變成事業，呢個就係超級個體。如果你溝女溝仔已經特別叻嘅話，你已經可以將戀愛經驗變為情感知識，將兩性相處嘅經驗變為心理學。你已經係一個情感博主啦，情感博主可以賣情感課，可以做1對1諮詢，咪可以變現咯。喂，有啲人執嘢好叻嘅，做家務能力好強嘅，收納好強嘅，你將啲收納經驗變為知識，你已經係一個超級個體啦。仲有啲奶媽啊、奶爸嗰啲湊仔特別叻嘅，你將你湊仔經驗同育兒科學啲知識結合，你就已經係一個育兒博主嚟㗎啦。所以啦，知識唔再係門檻，信息都唔再係門檻啦。AI 將我啲做 IP 啊、做內容啊嘅入場門檻大大咁降低。以前你都仲要諗，我拍我中意嘅嘢，可唔可以變到現，可唔可以賺到錢？喺坊間仲係教緊你咩係個人 IP，點樣做個人 IP 嘅時候，我已經直接教緊你點樣將你嘅喜好透過個人 IP 轉化為事業去賺錢啦。我直接喺 AI 項目超市入邊用 AI 幫你匹配最適合你變現嘅產品，因為全國大部分嘅供應鏈都喺我手上啦，會幫你直接對源頭廠家同埋供應鏈。為咗更有效幫到大家，我已經準備咗一個課程，係結合咗呢個時代嘅創業方式 ，AI 加個人 IP。有興趣嘅揾翻我，或者俾你條片你過癮啦。